Hello， 大家好，好耐冇見，好耐冇拍片啦。其實不過咧，啱啱有 fans 咧喺後台咧就問我究竟2026嘅樓市係點啊？咁不如拍下片講下啦。咁既然有 fans 咁講盛情難卻再拍翻片啦。因為其實呢幾年咧我都冇喺香港話去做個地產行業啊，因為我去咗上大灣區啦，去中山啊、珠海等等咧，去了解究竟個大灣區有冇啲咩機遇。當然其實香港嘅樓市繼續有了解嘅。但係發覺咗大灣區好多嘅嘢，無論物價或者住宿確實係非常之好。所以基本上都曾經有諗過不如就咁喺大陸住啦，咁都唔翻嚟香港都可以嘅。其實已經可以悠哉悠哉咁生活咁樣。但係有時又有朋友叫我不如你陪我去做地產啦，咁一齊去發展啦。去兩邊走啦。廢話先講完咁多啦。2026究竟個市覺得點呢？喺而家嘅所有報紙裏邊咧，其實都係好消息啦。無論嘅政府減辣啦、減息啦、一手嘅消化程度啦、二手嘅賺錢個案啦，其實你差唔多可以話冇一個壞消息嘅。租金亦都非常之好啦。但係我淨係想講一樣嘢啫。喺18、19年嘅高位之前咧，跌之前咧，其實都係咁嘅，甚至差唔多係全民皆樓，冇一個人話唔買樓嘅。問親邊個買到就賺㗎啦，即係好似而家啲新樓咁樣。你就要知道究竟係咪而家呢一個數據就可以睇到個現在呢？因為樓市其實我相信，除非你係一個短炒人士，即係你有晒嗰啲化妝師傅幫你化妝樓嘅，咁你可能係短炒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其實我相信，我諗你買得嚟住得嚟，我諗你都點5至10年嘅投資啦。如果5至10年嘅樓市，咁你唔睇數據嘅話，咁其實你同去澳門賭大細其實係冇分別嘅。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啦，你自己慢慢去研究下，究竟嗰啲數據啦。你問我自己會比較睇好呢，就中上價樓嘅，因為其實政府而家去大力去改善經濟呢，其實都係啲大型嘅基建大型嘅投資啦。其實你見到外國嘅公司去租翻我哋嘅甲級寫字樓呢，其實係有嘅。所以咧，我相信咧，豪宅嗰方面咧，或者係啲中大碼嘅客路咧，係會比較好啲。細樓方面，因為其實你見到其實中港共融越嚟越方便啦。譬如好似中山咁計啊，嚟緊可能過2年高鐵開咧，你講緊半個鐘頭就已經翻到深圳。如果你住田園嘅話，咁可能係1個鐘頭翻到中山嘅時候，但係個物價係平我哋香港差唔多，可能係個樓價平10倍、1/10。你仲喺咪香港買咧？有疑問嘅，所以我自己會睇好啲咧中上價嘅樓市。如果你話普通嘅新界嘅上車樓嘅話咧，咁你就要諗下究竟你係咪一定要住香港咯？但係如果有一類客咧，我自己相信咧，你買樓就唔會點錯嘅，就係租緊樓嘅客啦。因為你其實講真，每個月你都交咗咁多嘅租金啦，你個個月如果你話個租金又升，應間又話揾盤好難，續約有業主又話唔制。其實有時係咪一定要摸底呢？有時生活嘅樓其實係自己住㗎嘛，開開心心就最好啦。如果你話講真投資嘅，我有好多客問我投資好唔好，因為而家平咗好多，資金夠嘅咪去咯。因為你要記住，你如果得嗰幾十萬喺手，你諗住有人幫你供之後，噼里啪啦咁就有錢賺嘅，我相信你嘅抵禦能力係好低嘅。即係有咩事，突然間可能真係特朗普同你唔知講咗啲乜嘢，個市突然間靜，咁你點算呢？租金係咪一定會長久係咁好呢？因為其實你覺得而家好多專才、好多大學生係嚟租樓，確實係嘅。但係你亦都唔好忘記，其實如果你有留意開嘅話，幾千萬以上嘅一棟棟嘅物業嘅成交呢係非常之多㗎。佢哋呢係愛嚟呢做呢翻新呢去做呢個學校宿舍。如果學校宿舍到時人哋美輪美奐，可能又有暖水泳池，噼里啪啦，仲租你啲細單位，你個租金仲會唔會頂得咁好呢？呢個係你要考慮嘅嘢嚟嘅，冇人知，但係佢會分薄翻你嘅市場。我自己就咁睇啦，希望你又覺得啱唔啱呢？如果你覺得啱嘅或者咩嘅，俾啲意見，大家留言傾下偈啦，拜。